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过年前这场的车祸，互这个家庭破碎了。这个车祸是发生伫中华台76线，一台载水果的小货车，甲一台大货车相撞。这个小货车互撞一个，冲破着护栏，并落30米深的高架桥骹。车顶2个人是72岁甲48岁爸仔囝，送病院抢救，救无转来，2爸仔囝拢亡生了。 这对爸仔囝是过年前到中华要挂水果，转去宜兰卖，想袂到出车祸来死亡。留下2个还阁咧读册查囝，就要过年咯。发生这款的悲剧，家属是悲痛万分，无法度接受。 那些个小货车轰撞一个是烂高高，车顶2个人是一对爸仔囝。因为宜兰的水果较少，伫过年前赛车来到中华湾联配水果，煞伫翻头的时阵，和大货车下撞到，小货车失控去撞到中央的回转道护栏，为30公尺远的高架桥摔得个，送病院了后，2个人拢救无活。 因为车祸过身生亡的后生，厝内有2个查某囝，一个咧读大学，一个咧读高中。家属真歹接受事实，原本想要等囡仔毕业了后就退休，想袂到却发生悲剧。就是让小孩子等他毕业之后，然后就是如果到一个年纪，我们就退休，小孩子不用烦恼，我们多生2个人，然后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厝内经济状况无好，老爸雄雄过身，大汉查某囝考虑要放弃大学的学业，先出来吃头路，和细汉查某囝继续读高中，完成学业。 只是突然讲，还没决定好，没有，只是没有那个心思在读了。这对爸仔囝伫过年前赛车到中华配水果做生意，严格煞想袂到伫过年前一场车祸，互规个家庭都安尼破碎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